位於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高樓的藝文中心，目前正展出今年第3季的藝文展，邀請到教育界出身的陳千輝老師舉辦個人的書畫展。在開幕當天，貴賓分級顯示陳老師的個人氣。沒有練習，哦，你可厲害哦！好，謝謝大家。好，等一下，這個要簽名。沈老師的人緣，真的超好，因為我剛剛要跟我博士要了一項名單，真的都是一些重量級的嘉賓。那因為剛剛這邊我們剛剛已經也有介紹，所以我在這邊也不再贅述了。那真的也很歡迎各位大家來蒞臨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一個開幕典禮。這屆的展覽作品總共44部，因為沈老師長期在教育界來服務。在伊的書的創作當中，除了表現出筆墨藝術的水，更加具有教育工作者對着人文的關懷，甲着生命的體會。我今仔日呢要介紹我的作品吼，有4個系列，一個就是教育與人文，一個教育人文，一個就是叫做這個講品格涵養，還有一個社會的關懷，還有一個文學經典，這4個系列。那我首先要介紹的是我背後這個作品，叫做《藝術人權》，這是屬於這個社會關懷系列啦。然後這個作品是在這44件作品當中最特別的一件，因為這個中西合併。一般來講，我們的書法作品以直式的為主，然後我這個是寫橫式的。第二個特色呢是，我們中文的書寫都是寫方塊字嘛，但是我把它把英文也列出來，讓它有一個中英對照。這個是要表達一個意念，就是說，藝術也是享有藝術，也是人權的一個部分。因為呢，藝術呢，讓我們重新呢認識自己，審視自己。沈老師除了對藝文創作以外，另外嘛積極參與國內外書畫交流的展覽，曾經得到2025 NPO 法國國際書畫交流展第26屆的金熊獎，甲到2026全球精英甲到學術創作交流展的創意獎等。目前這項的展覽對今日起到9月24，歡迎對藝術有興趣的民眾會用的前往參觀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